來看一份台灣兒童幸福感的調查，這是追蹤台灣2500個囡仔要10冬的時間。若準這滿分有10分，安尼有一半以上的囡仔呢，攏是佇9分以上。因共同的所在，攏是因為有快樂的父母，顯示講這家庭生活對囡仔來講，有影是真重要的。囡仔有人笑，才會乖乖大漢，這是真正有影的道理。台師大公布台灣兒童幸福感調查，予台灣5年的囡仔替家己幸福指數拍分數，滿分是10分，平均分數有8分，這麼高。這個調查結果80分以上，呈現我們台灣的孩子對他們的這個生活滿意度其實是還蠻高的。不是所有的孩子都是感覺這麼幸福的。我們也發現呢，大概有1成左右的孩子，他們的分數相較其實是比較低的。學者指出，進一步分析也發現，幸福的囡仔有一個共同點，攏是有快樂的父母，顯示家庭生活對囡仔來講真重要。發現當中有1成的囡仔幸福指數在6分以下，一寡幸福感較低的囡仔主要原因和父母關係、3C使用時間受過長和同學鬥陣無順利有關係。一個為期10年的一個整個追蹤調查哈，我覺得它的成果非常非常的重要。那賴清德總統他也已經宣布我們衛生福利部，我們呢即將要成立一個新的一個署，就是兒童、青少年以及家庭支持署。報告也指出，通常父母的社經地位對囡仔來講普遍無什麼影響，上主要的是陪伴。台師大也建議政府推動家庭卡、親子同樂券，把政策焦點對原本的經濟補貼轉做關係經營，對咱台灣囡仔幸福較有正面的幫助。記者陳亞選林曉凱台北報道。